大家好啊！今日咧就係11月2號啦。一早咧，我哋就喺酒店食飽飽，等出發。好多芒果。我哋咧係去富拉加睇呢個地方咧，就係愛南夢苑入邊嘅一個村鎮嚟嘅。而我嘅主要目的地咧就係天主教宗徒之後堂，同埋咧佢附近嘅聖母洞啦。聖母洞咧係當地一個朝聖熱點嚟嘅，而佢嘅建築咧係充滿住早期嘅爪哇建築嘅風格。左方定右方啊？而呢一個影片咧，我哋咧就先喺呢個小村鎮嗰度嘅大街行下，睇下先。而我之所以咧另外做一條行街片咧，就因為呢度嘅小鎮咧係俾我一種咧懷舊嘅感覺，好似翻去60、70年代嘅屯門或者係元朗咁樣啊。好啦，我就唔講咁多啦，就希望大家靜靜咁樣行下呢一條小鎮嘅大街啦。條頸長度啊！哇！小鎮嘅大街咧就行到呢度啦，記住繼續收睇我嘅影片啊，好快就 upload 噶啦，拜拜。